說話會影響大腦行動，呢啲詞彙幫助你願望成真。作者梯谷幸司，無意間使用嘅詞彙會造成偏離意圖嘅狀態或係結果。我哋使用嘅詞彙就係如此影響大腦嘅行動，而且大腦會忠實地實現接收到嘅詞彙。呢個其實係件令人感激嘅事，因為只需要將願望化作詞彙，大腦就會開始往實現佢嘅方向行動。只不過問題在於依據詞彙嘅唔同，會出現我嘅意圖經常同大腦理解嘅有差距，結果造成偏離意圖嘅現實。為避免呢一種差距發生，我哋必須清楚理解並意識到大腦係會照實理解詞彙嘅特性。例如表示想做、想要等許願用嘅詞彙，想變幸福、想被愛、想健健康康嘅活着、想被認可、想要有庭院嘅房子、想要小孩、想過更刺激嘅每一日、想要係會察言觀色嘅部下等等。表示願望嘅詞彙都係我哋頻繁使用嘅講法，對吧？大腦係點樣理解呢啲詞彙嘅呢？讀到呢度，想必大致料想得到結果吧。冇錯，大腦會認為你想繼續講想做吧，然後為咗促成呢個結果而行動。只要我哋繼續講住想做或者係想要，就會做不了想做嘅事，想要嘅東西亦無法到手。或係我哋亦常用唔想生病、唔想變窮、唔想失去工作、唔想分手之類，想避免某件事嘅迴避問題詞彙。呢個時候大腦亦會認為你想要繼續咁樣講吧。為咗讓你能隨時意識到呢個想避免嘅情況，佢會故意去營造出呢個現實，結果就係讓人生病、為錢所困、被裁員、戀愛出現問題，而且唔管係想做、想要呢一種願望類嘅詞彙，仲係想避免乜嘢嘅迴避問題之類嘅詞彙。探索呢啲講法嘅背後含義之後，有時會發現我哋仲冇原諒嘅臆斷或者係自我形象暗藏其中。具體嚟講，就係我唔幸福，我唔被愛，生病好不幸，貧窮好丟臉等等。每當我哋講出呢啲話，呢啲臆斷同自我形象就會越變越強，自己亦會開始為咗佢化為現實行動，結果現實發生嘅情況會越嚟越偏離自己嘅意願。咁樣應該邊一種講法先至能夠創造出如己所願嘅現實呢？首先要盡可能唔好使用前面提到嘅願望類或者係迴避問題類嘅詞彙。如果無關實現與否，講出口亦冇所謂。但係若要跟真心希望能實現嘅事情有關，最好仲係唔好用呢一種講法，然後改用表示正在實現嘅詞彙嚟代替，好似我好幸福，我心中充滿愛，我好健康，我喺0月0日恢復健康等講法。假如有想變成咁樣嘅講法，就唔好將實現嘅瞬間設定喺未來，從而家呢個瞬間開始，就算係一點點亦好，你正喺度經歷目標正喺實現嘅現實情況，唔係想變得幸福，而係思考能感覺到而家我好幸福嘅實際行動，逐漸去實行佢。唔係想變得健康，而係思考能感覺到而家我好健康嘅實際行動，逐漸去實行佢。似咁樣反覆行動，至今嘅臆斷同埋自我形象會逐漸改變，唔再從心底想住我想變，而係能講出我而家就係，然後我想變
嘅願望就會變成現實。唔好講想變健康，改講而家嘅我好健康，去實現嗰個現實。想活出真正嘅自己，3步驟：消除憶斷，擺脫疾病。若要擺脫疾病，拋棄至今嘅憶斷或者係自我形象，雖然係重要嘅關鍵，但係3言兩語就能簡單做到嘅人少之又少。當然，亦有人係覺察到一啲啲，就能瞬間拋棄嗰啲憶斷同埋自我形象。另一方面，亦有人想法實在太根深蒂固，單靠一啲啲或者係些微嘅覺察，仍不見動靜。即使係咁樣，並唔代表絕對無法拋棄。請放心，無論係邊個都能消除憶斷或者係自我形象。拋棄嘅方法，照以下3個步驟進行。第一，察覺到內心嗰啲觸發疾病嘅憶斷同埋自我形象。第二，分析呢啲憶斷同埋自我形象點解一直存在，對有過呢啲憶斷同埋自我形象嘅自己負責，原諒自己。第三，決心以真正嘅自己活着，思考象徵真正自我嘅行動，接住喺日常生活裏邊實踐。無論係邊種憶斷同埋自我形象，如果察覺唔到，就無法浮出表面。然而，連自己都冇覺察到咁嘅存在，就咁樣活着嘅話，會繼續從潛意識同埋更深層嘅後設冇意識吸取外部情報嘅一種形態，情報被加工成符合該形態嘅樣式，所以若唔改變形態，就難以引起變化。啟動痛苦係思考，就攞某位女性為案例嚟睇吧。佢係療癒他人嘅療癒師，非常受到歡迎，過着1年365日全年無休持續工作嘅生活。當佢發現罹患大腸癌之後，開始上我嘅課。我先問佢點解要工作到咁嘅程度呢？佢回答：因為客人開心，我亦開心。喺佢嘅答案背後，我感受到佢有令到自己變成痛苦係思考嘅憶斷，所以多問咗幾個問題。接住佢察覺到自己有我係孤獨一個人嘅憶斷，而且有負面看待呢件事嘅自我存在。所以佢覺得為咗讓人待喺佢自己身邊，要持續讓人開心先至得，就一直不眠不休地工作。好似咁樣，表面上睇起嚟係正面思考，其實暗藏住啟動痛苦係思考嘅負面憶斷同埋自我形象嘅人相當多。從別嘅角度嚟睇，呢一種複雜又根深蒂固嘅憶斷同埋自我形象一直糾纏住我哋，所以要喺第一個步驟抽絲剝繭，仔細揾出佢哋嘅存在，覺察到呢啲憶斷同埋自我形象之後，唔好對呢個有任何想法，唔好去試圖解決，只要原諒深信住呢啲臆測同埋自我形象嘅自己。從啱啱嘅例子嚟睇，就以下面一段話嚟原諒自己。我一直深信自己係孤單嘅人，我要對呢啲憶斷嘅自己負責，然後原諒有呢種憶斷嘅自己。到此為止。從而家開始，我係0000嘅人。藉由講出到此為止呢一句話，讓憶斷同埋自我形象成為過去，區分而家嘅自己以及被呢啲東西束縛嘅自己。好似咁樣，將憶斷同埋自我形象一次攤喺陽光下之後，乜嘢都唔做，放住就好。如此，佢哋就會開始消失啦。發現仲冇原諒嘅自己，接受佢造成疾病嘅一
大因素在於束縛一個人嘅臆斷同埋自我形象，仲有創造出呢啲臆斷同埋自我形象嘅動腦方式。比方講，罹患子宮肌瘤、卵巢瘤或者係子宮頸癌等婦科疾病嘅時候，若去探究罹患背後嘅原因，會發現唔少人有住想贏過男性、絕唔想輸嘅想法，或係否定自身女性性別嘅情況。因為要喺呢個世界上邊活落去，佢哋覺得身為女性相當不利，所以為咗捨棄身為女性嘅性別，讓大腦開始往對女性生殖器官有害嘅方向行動。結果有關子宮等器官嘅婦科疾病變得越嚟越常出現。另外，雖然唔係疾病，但係當案例不孕或係多次懷孕流產嘅時候，探究內心深處之後，會發現否定女性性別嘅人相當多。呢一個現象常出現喺身處競爭激烈嘅商場女性身上，拼命做住同男性對等嘅工作嘅時候，下意識察知懷孕生產會對工作不利，所以開始避免讓自己懷孕。有個我強烈認為能清楚顯示否定自身女性性別同埋婦科疾病發病相關嘅數據，嗰個就係子宮頸癌發病率嘅走向。造成呢一種現象嘅背後因素，我只能猜想係因為想喺以男性為中心嘅工作環境裏邊生存並贏過佢哋。身為女性其實好不利，而否定身為女性嘅性別，全心投入工作嘅女性變多啦，造成想勝過男性，絕對唔想輸呢一種心態嘅根本原因，唔少係因為喺啱啱出世或者係年幼嘅時候，曾從父母或者係祖父母嗰度聽到，老實講，本來想要嘅係男孩，女生唔能夠繼承家業等言論，或係母親曾講過我哋屋企爸爸薪水太少，又好邋遢，般否定父親嘅發言等等。此外，罹患結締組織疾病、免疫系統攻擊自己嘅自體免疫疾病總稱，或者係葛瑞夫氏病、甲狀腺素過度分泌引起嘅自體免疫疾病等難以根治嘅罕病患者身上，時常見到我係弱者嘅自我形象。呢一種自我形象強烈嘅人，無法原諒自己嘅念頭亦非常之強，容易為咗成為強者而努力不懈，因此出現選擇罹患罕病當作手段嘅情況。因此，若從相當壞心眼嘅角度嚟睇，會得出同嗰種麻煩嘅敵人一直糾纏嘅玲玲真嘅好厲害嘅評價。換句話講，罕病變成省事，而且快速強調自己係強者嘅手段。相反，如果罕病痊癒嘅話，就會失去咗證明我係強者嘅手段。所以罕病亦常被講容易拖得好耐。身為發病開關嘅臆斷同埋自我形象，對我哋嘅影響極大。實際上，東方醫學自古以嚟就有所謂呢個疾病背後有呢一種心理因素嘅睇法，以身心彼此相關為前提，研究各種疾病至今。喺更深究呢一種臆斷同埋自我形象同埋疾病之間嘅關係嘅時候，會發現有個仲冇被原諒嘅自己。例如，由於想勝過男性嘅想法，或係否定女性性別，引起婦科疾病發病嘅背後原因，應該仲包括無法原諒身為女性嘅自己。因為無法原諒，所以造成大腦開始朝破壞性徵
嘅子宮等女性生殖器嘅方向運作。為咗證明自己係強者，去選擇罹患罕病呢個手段嘅背後原因，係因為無法容忍自己軟弱嘅念頭過於強烈，所以大腦開始往徹底攻擊軟弱嘅自己行動，引發難以治療嘅罕病。相反地，如果察覺到無法原諒自己嘅緣由，接納而且開始原諒呢個仲未被原諒嘅自己，大腦就會朝放棄攻擊嘅方向行動。若想告別疾病或係擁有唔生病嘅身體，最終就係要做到接納仲未被原諒嘅自己，然後漸漸原諒。要做到呢一件事，首先必須得發現仲未原諒邊一種嘅自己。線索就係而家束縛住你嘅臆斷同埋自我形象，藉由深究抱持呢一啲嘅想法嘅背景同埋來龍去脈，就能拋棄呢啲臆斷同埋自我形象。本文摘錄自活出真正嘅自己，就不再生病。作者梯谷幸思，方智出版。多謝收聽，我係心齋，祝內心安寧。如果呢一篇文章讓你心有感觸，請分享俾你嘅身邊嘅朋友，讓我哋一同成就更好嘅自己。